保安局嘅同事同我講咧，就話已經係安排咗警方已經安排咗比較完整嘅一套咧係保護朱凱廸候任議員同埋佢家人嘅計劃。特區政府我本人保安局長同埋警務處長都十分重視呢件事。香港係一個守法同埋安全嘅社會，任何人呢唔能夠由於他人嘅處理社會事務嘅一啲言論或者係行為呢，嚟威脅佢以致到佢家人安全。無論任何人佢嘅政治立場或者佢社會上佢嘅利益立場係乜嘢呢，都唔能夠用一啲非法嘅甚至乎暴力嘅行為呢嚟到去威脅他人就範。呢個呢，無論佢本人嗰個政治色彩係點，特區政府都唔能夠接受呢啲非法嘅甚至有暴力傾向嘅行為。咁所以呢，我哋現在知道，我一路跟進呢件事。周永勤先生佢所謂棄選嘅背景個原因同埋過程呢，我完全係唔知嘅。對周永勤先生喺毫無事實根據嘅情況底下作出呢啲含沙射影嘅臆測呢，我係表示遺憾嘅。